唱那个声调的感觉有点连锁反应，对，连锁反应过得要給個英文，要往出那麼準。感謝盧老二，唱《楊千嬅》這個，看一下。他反對就反對，亦都跟你愛下去，猶如在大戰火炮裏，毫無懼色衝過去。誰狂怒，誰難倒，誰話我共誰不登對，無力與家眷比賽，還是可比他多老幾歲。200年後再一起，應該不怕旁人不服氣，團圓或者晚了20個10年，仍然未死。換個時代再一起，等激經滿途全枯死，這盼望很悠長，亦決心等到你，等得起。你覺得我唱這個行，還是唱那個聲調的行？徵婚有情不對，未反擊過已後退，寧憑着耐性與骨氣，為佢自尊撐過去。誰強忍，誰唱首，誰便算勝利，擊不碎。仍然共你企在這裏，捱着等身邊指控死去。200年後再一起，應該不怕旁人不服氣，誰又可控訴20個10年，仍然未死。換個時代再一起，等激經滿途全枯死，這盼望很悠長。撐到尾，就算貧病和失憶，都攢口氣，床鋪保護你。頑強地等再過20個10年，等盡世界滿風氣，逆境還是在一起，這種堅決無人可比。抗戰時多悠長，亦決心打到尾，生不死。這個舒服點。評價一下好不好？